正道，甲耶稣的爱传出去，请曾牧师。今仔日是国活节，愿主耶稣给我的祝福，充充足足来充满伫在座兄弟姊妹恁的生命中。这个国活毋是干那指将来灵魂的国活，这个国活嘛表明，伫咱现主时咱生命中间所拄着每一个受困迫、和死亡、惊吓、苦楚困着咱的。主耶稣给我的圣神，也要互咱得到头棒，也要互咱享受一个新的活命。像今日圣经讲，耶和华的人子逐早起换新，耶和华的人子逐早起换新，意思就是这个给我主耶稣，伊所带来上帝恩典，每一日拢甲咱三甲地地。保罗嘛讲。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会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旧的代志拢成过去，一切拢换新。这是各我主耶稣留予咱的应允，因为各我了后耶稣有讲：我的确甲恁三甲地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这个各我的主耶稣每一日拢甲你、甲我。三甲地地，原今仔日个礼拜是一个领受的礼拜。等一下咱要守圣餐，牧师要鼓励恁，若摕到饼的时，恁敢会当用一个特别的态度来祈祷。希望咱摕到这个饼的时，咱求圣神帮助咱讲，自从我摕到这个饼的时，好亲像主耶稣。定死伫十字架顶悬的身躯，伊就倒伫我的手中，因为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我要请恁安静专心祈祷，求圣神开咱的目睭。当你摕到这个饼，求上帝，互你看到这个饼的顶悬有耶稣钉十字架。的象征，这个饼不过再是饼，这个饼成做耶稣基督伊的活命。等一个老细的兄弟姊妹，恁领受这个圣餐的杯，要啉耶稣基督宝血，一定要用清气的心来领受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是圣洁的。伊除去世间所有的罪，你捧这个杯时，你祈祷讲：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帮助我。伫这个杯顶悬的每一滴的葡萄汁，拢是耶稣基督伊对头壳遐迄个刺皮擦着所流落来，伊的手所流落来。每一滴的葡萄汁，拢甲耶稣的宝血甲伊的听有关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用敬虔、恭敬的心来听圣经的话，然后咱用敬虔的心来捧这个杯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未堪得，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承受。你给我的活命，要领受上帝的话，要领受圣餐，咱先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愿伫你的救赎的内底，深深献上阮的感谢。伫阮也毋知怎样祈祷，伫黑暗关系吞噬阮的时，阮也无法度分别好歹。阮也无都脱离做黑暗势力的控制，你已经施行你的慈爱，对天降临，流出宝血，救赎世间人，成做你的家己。伫你过活了后，你将这个阳光的活命
赏赐予每一个我靠你的囝儿，你千万做你的囝儿，你将这个阳光基督徒的职分赏赐予教会，愿当组织坐祷、守圣餐，听上帝你圣经的话，愿对心中讲阿门的事。互主耶稣搁我的圣神，求你降临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无搁再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互阮无搁再做一个心中软弱的基督徒。主你将极大的权能赏赐互阮，伫每一个圣主日，甲各位主耶稣同齐庆祝这个各位活命。阮伫你面前静静听。恭敬来领受，主求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来养赐阮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每一礼拜，咱的教会，每一年咱的教会伫受难周的时，拢有受难周的暗时的祈祷会。亲爱的姊妹，今年的受难周。你敢有学到新的信仰的功课？伫今年的受难周，你敢有特别对圣神领受、对主耶稣领受信仰的祝福？所听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伫你搁我的圣主日，主求你将一个新的活命。放伫我的生命中，互我的生命阳光搁再阳光，愈来愈老练，长大成人。主，我不爱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因为你是权能极大、圣洁的上帝。主求你将这个权能的画面赏赐互我。所以，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。咱做伙来领受第一个祈祷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救我。救我的主耶稣甲玛利亚讲：“你为什么要咧哭咧？唔通为我啼哭，因为我已经救我。”主耶稣甲伊学生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因为只看到耶稣，亲目看到耶稣。互罗马的兵啊，用迄个3寸钉甲钉伫十字架顶悬，流出伊的宝血。伊嘛亲手埋葬耶稣，但是这个国外主耶稣甲伊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第一个今仔日咱所要领受国外这个礼物，毋是今仔日的红卵，因为当年咱的教会。伫国外这时，拢甲咱准备红卵，更加要紧嘅，咱所领受的是，互主耶稣基督国外的圣神进入咱的生命中。亲像每一年这个节期，咱家叫做春雨，也是讲梅雨。主耶稣亲像雨水用伊的宝血，甲咱洗清气。主耶稣嘛，搁一摆用春天的雨水，互咱打扫的心灵来得到润泽。求主耶稣将伊国外的画面放伫咱的内底。国外这毋是结束，国外这是一个荣耀欢喜的开始。今仔日早晨的祈祷会，草湖教会算牧师有感慨。伊讲，国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结束，因为受难周牧师拢做无用，爱带祈祷会，爱带聚会，所以牧师恨不得这个受难周经过，国外这来了，啊，就当翘脚练喙手，好啊困一下。兄弟姊妹，国外这毋是结束，国外这乃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应该是一个庆祝。应该是一个欢喜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耶稣伊的圣殿内，愿咱伫主耶稣伊的圣殿内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你将这个有气力的
喜乐的、平安的活命，伫今仔日亲就雨水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祝福。主耶稣过活了后，伊的工作毋是结束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受咱周牧师甲咱翻译8篇的祈祷文，嘛有用8地的短片。这是一个女牧师伊所写的祈祷书。牧师读了后真感动，所以我亲自为恁翻译。嘛，恁看到迄个影片是我一字一字打字伫迄个影片顶悬的，这无啥物人夸口，因为耶稣要互恁的祝福，大大超过遮的。古伦神父伫伊一本咧写受难周的灵修的册，伊对搬过节一直写一直写，到受难周到中秋节，后来到伫国活节，伊毋是用国活节主日做结束，伊是用国活节了后的礼拜一，伫以马忤的路上，耶稣甲伊学生同行，做另外一个新的开始。然后伫伊这本册最后，伊提醒所有的读者、所有的读者，耶稣四国外的故事了后，有更较精彩，就是耶稣用国外的身份，甲每一个家兄设置，才伊学生甲伊身边的这负责人，耶稣针对因无共款的需要，甲因讲话。伊甲抹大拉的玛利亚讲：“不要为我哭泣。”伊甲秘伫迄个厝内的遐学生讲：“愿你平安。”伊甲看无到的多马讲：“多马，你用你的手来摸我。”伊伫以马忤的路上，甲迄两个已经对圣洁的圣徒回归到普通的群众，要倒去因兜伫以马忤路上，迄两个人，耶稣甲因做伙收，最后做伙暗时食饭。耶稣有权摕迄个无敢饼拍开，当伊祈祷8饼了后，这两个学生因的目睭就开。关这个国外主耶稣今仔日继续甲恁讲恁需要的话，检查伊要甲你讲，愿你平安。检查伊要甲你讲，你着勇敢壮大。检查伊要甲你讲，无搁再累积，因为我国外观念要互你用做。但是最后一句话，耶稣讲：我就要常常甲你相甲伫地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听耶稣的话，毋是7句，应该有真侪话。总是第一句，耶稣讲：毋免惊。兄弟姊妹，是咱的生活有真侪困难，互咱惊吓。但是对耶稣，斟酌听，耶稣要甲咱讲。毋免惊，因为踮伫你内面的，比这个世间掌管的搁较大。或者你愿意将你的惊吓摕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互这个国外主耶稣来疼惜咱嘛？今仔圣经耶利米哀歌。来用咱台湾人来讲，叫做靠条啊。耶利米书的后边，佫加一个耶利米哀歌。哀歌的意思就是老目屎所写的祈祷书。以前咱真爱读的就是迄个金句23节，摇坏人主逐早起换新。但是21节，伊讲我倒转想，我就看见噩梦。意思，我伫惊吓绝望的中间，我拢看到惊吓，
但是倒转想的意思就是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。兄弟姊妹，做礼拜的基督徒应该爱常常用倒转想，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圣经，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人生，放弃用这个生活甲世间的角度来看信仰。原今仔这个圣经才是上帝用伊的镜头写伫你的心内，毋是互咱做参考，是咱对心中坚定讲：主啊，你的圣神，互我有顶头生的思想。我对家兄看到平安，我对死亡看到国王，我对绝望看到噩梦。因为我的摇坏真主极大极深，摇坏真主逐早去换神。耶稣告我了后，甲玛利亚讲：毋通搁再提靠，失去你的目屎，对今仔日开始有新天新地，无搁再拗叫痛疼，愿恁平安。伊甲没得了的玛利亚讲：万者望我，因为我也会上天，搁我的魂，搁我的肉体是清气，伊需要先去见天父上帝的面。但是伊搁讲：我要进入阳光，你嘛要对我进入阳光。求天父上帝常常互咱领受，搁我主耶稣，伊来到这个世间所应允咱的。耶稣今仔日要甲你讲，是我拍开你的心门，我就要进入你的人生的内底。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耶稣伫咱的生命的外面来听候咱，领旨意，领受伊。耶稣讲：愿恁领受圣神。耶稣将圣神的风分入伫温度，2000年来无改变。互基督徒永壮的就是耶稣所享受这个国外的圣神。耶稣嘛讲：我要甲恁三甲地地，我就要常常甲恁三甲地地。马太福音28章上尾才讲：直到世间的落尾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这个国外主耶稣日日常常直到世间的落尾，甲你三甲地地嘛？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咱的亲人要讲你就福气，因为伫你的身躯顶悬，我看到幸福的记号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今仔日的圣经20节的尾啊，伊讲摇坏人民无穷尽，意思就是无限的。你将水道给转落开，你永远免甲关，上帝的人民的稳定永远袂孤单。摇坏真主逐早去换神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日咱困醒的时，拢是上最大的事，拢是上要过的事，敢毋是？咱困醒的是第一个，咱一定想要啉一杯水，因为一暗要休困。伫呼吸的过程顶悬，口干舌燥，有偌济咱的身躯顶悬的这个水分通过迄个呼吸。清早的时，摇坏真主换身伫咱的内底。咱的教会伫灵修的教导、教示、教导，常常鼓励兄弟姊妹伫困醒的第一项代志，甲上帝讲：上帝早安。伫一日新的开始，第一个用祈祷见上帝的面。第一句听就是圣经的话。困醒的第一项代志，先进入主耶稣国外的圣神的内底，伊的信息极其广阔，摇花的人主逐早去换神。
这是牧师今仔日伫祈祷中间送互恁，愿主互恁的人子，无一日例外，逐早起听候你，逐早起听候咱来领受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这是中文的翻译，它都还是白话字台湾话的翻译。耶利米哀歌3章23节，伊讲每早晨都是新的。虽然伊无人子这个字，因为人子伫22节的内底，但是23节伊讲日日更新，逐日拢是新的。所以基督徒毋免看时，因为基督徒天天是好日，对不对？无紧无急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年年是好年。因为耶和华所予咱的，就是迄年，就是上帝所看最好的祝福。愿咱对今仔日开始，直到一生的落尾，天天幸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感谢你，因为伫今仔日这个礼拜，我的生命顶头生，搁我的意思就是我的生命倒转来受。我的心思意念改变，我的意念精神改变，我的态度改变，我的习惯改变，我的能力嘛改变。迄个个我毋是指灵魂，是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真侪有上帝关联充满的基督徒，环境不变，但是上帝互我的能力改变。求天父上帝互咱甲主耶稣同个活。你敢愿意甲这个主耶稣同行人生的道路吗？愿咱伫主的帮助。那安尼，咱应该将咱旧的活命带到主的面前。主，我将我旧的活命甲你同定伫十字架顶悬。旧的代志拢正过去，对今仔日开始正做新的。保罗咧讲顶头生有一个譬如。伊讲所有基督徒就亲像迄个伫世间野性世俗化的基督徒，上帝将伊亲像迄个野生的橄榄树枝，上帝将世俗的人给剪落来，将伊这支野生的树枝给摕来接伫耶稣基督这个国外的画面，伊叫做接枝橄榄。伫罗马书的顶悬，伊咧讲起。一个世俗化的生命，主耶稣用伊的手给剪落来，然后插伫上帝圣洁的好的橄榄树。兄弟姊妹，甲主耶稣搁我主耶稣同行的意思就是，主耶稣求你将我的生命对这个世俗化的世界甲剪落来，咱该插伫这个树枝。做世人上熬台湾人，互人学落的。就是台湾的农业技术，但这无啥物夸口，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就有这种的智慧。罗马书嘛写着，上帝要将世俗化的人，亲像野橄榄、野生的橄榄树枝给剪落来接伫迄丛好的丛，就是上帝的圣会教会。伊讲教会就是长期圣洁栽培好的橄榄树，耶稣就这个树头，然后所有的信徒要接伫这丛橄榄树的顶悬，意思有新的关系、新的活命、新的国我的本质，要对树头流入这个剪落来的树枝，所以人要叫做新的。这就是今仔日保罗所讲，保罗将前头生的话放伫伊最培训，有真侪咱分开读，咱拢真爱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，伊讲：若有人接伫个葡萄树，耶稣讲我是葡萄树，你是葡萄枝。若有人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叫做新创造的人。旧的活命、思想、意念拢要换新。兄弟姊妹，做礼拜最重要的祝福，就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插电充电，
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将咱生命这个树基结连伫耶稣基督伊的活命的内底。耶利米哀歌3章21节，伊讲：我心倒转想这事，就是互我流目屎、忧伤、亡国。我以色列人那遐尼可怜，互这个外邦人统治，互这个外邦人吞踏，做人的奴才，做互人欺负。总是我倒转来想，主差遣伊的弥赛亚来拯救，所以我有愿望。这就是对无同款的角度来看人生，佮我和人类无同款来看人生存在意义、甲能力、甲困难。原来你做面前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耶利米哀歌3章22节，伊讲：耶和华伊的怜悯无穷尽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咧听候咱，亲像耶稣所讲。龙主的老爸咧听候，迄个龙主都来找伊，讲爸啊，我得罪天，我得罪地，我袂堪去做你的囝儿。但是这老爸讲，戆囝倒来就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对地，用伊的怜悯，用伊的慈爱，互咱有更新的活命。罗马书11章24节。伊讲：你是对这个世间所挣来，迄个世俗化的人，是也敢难。上帝用着另外一种的劣性，就是反过来，毋是本性。上帝将这个世俗的性给转过，用上帝性格的本性，甲咱接伫好的橄榄树。保罗伫这个所在咧讲的好的橄榄树，是咧指教会。所有伫这个世间沉沦世俗化的人，进入教会，伫教会内底得到祝福，得到养赐，得到教示，得到指导。主要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，互咱遮做新创造的人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心思意念换新，讲话能力换新，我的生活态度。品格嘛拢换新，最后牧师要鼓励咱，佮活在最重要就是分享。耶稣将好好的信息，今日圣经讲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和世间人甲上帝好好有一个合宜、因信称义新的关系。耶稣和世间人甲上帝。定心亲子关系，定心加最亲密的关系。耶稣嘛讲，保罗嘛讲，耶稣要找见咱加做伊的代赛。国语的圣经讲，咱成为福音的使者，但是白话的圣经讲，咱加做福音的钦车，福音的钦车。钦车意思就是一国的代赛。代表迄个国家的王总统，咱就是上帝的钦车，要传好好的福音。这是今仔日咱所读哥林多后书这段记载。愿天父上帝差遣你，差遣我，咱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把爱传下去。昨暗的基督会牧师有用一段影片。迄个影片的电影的名叫做《Pay It Forward》。Pay 就是 iPad、Apple Pay 有无？即摆手机啊，你拢毋免试，你就感应一下。Pay 的意思就是付钱啦。伫保罗的想法就是，咱拢欠耶稣基督福音的债，咱白白得到，咱应该白白互人。Pay forward 意思就是，咱所领受的福音白白得到，我们就把它传出去，不是献给主耶稣，因为咱的主耶稣无欠这个福音，愿咱将主耶稣的听传给你的亲人，兄弟姊妹，将主耶稣的听传给你的亲人。
当咱的兄弟姊妹，当咱的亲人，抑阁无用刺插，为了这情用咧无用的事，兄弟姊妹，你敢会当甲伊鼓励？人生毋是干那趁钱一项事。为什么基督徒礼拜日守礼拜日，无做生意，无趁钱，无工作？为什么？毋是咱比人较好业，是因为这只是上帝分别做成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互恁听到耶稣的话，毋是听到牧师的讲道，互恁领受是领受耶稣的恩典，毋是领受牧师好格调祝福的话。牧师的话无论偌好听，拢无能力祝福恁。多多只有恁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主的怜悯就降临伫你的生命中，一切拢是对上帝，因为一切祝福拢因为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讲：我听恁，我将我的独生圣子赏赐予恁，一切拢出自上帝，也因为耶稣基督。咱就领受上帝怜悯，伊的慈爱，逐早起满心。过落去，圣经讲，保罗讲，耶稣嘛将这个职分交代咱。什么职分？是引带人、带领人、鼓励人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主讲，我将这个职分交代伫恁的手中。叫人甲上帝和好，这就是和好的道理。耶稣传听的福音，基督徒将伊传落去。愿主耶稣和好的福音，各我的福音，甲咱三个弟弟，甲什么人和好？第一，咱的人生若要健康，若要幸福，一定要甲上帝有好的关系。第二，甲你家己，有真侪人对家己无满意，对毋对？主啊，我谁那敢若8人？主啊，我谁那很大苦？主啊，我开生做遮尔歹看。有真侪人对家己并无好好，但是会记哩。咱的生命是耶稣定心找倒来，用伊的宝血甲咱改变，甲上帝和好，甲家己和好，然后咱自然甲人都有好的人际关系。甲上帝听上帝的人，伊一定会听人；听上帝的人，伊就无自卑感，伊嘛无怨叹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。因为咱是基督的亲戚，保罗讲，咱要做耶稣基督的亲戚。上帝将甲人和好的福音交代咱。今仔日咱的生命，除了工作以外，还有一项，就是替耶稣基督去找失迷的人，替耶稣基督去安慰遐个惊吓的人。替耶稣基督去找回需要上帝怜悯的人，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。然后这今日礼拜讲道结束，结论：恁甘愿意，互耶稣找见恁，将因的听分享互你身边的人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的事，阮听见你的差遣，因为你已经完成你的工作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将你的工作交代伫教会，就是互人甲上帝和好，互人真正做人，
人真做人最重要就是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，甲上帝你同行。主求你帮助我真做耶稣基督。我唔敢讲我是钦差，总是主耶稣求你，予我做你的车用，伫有欠缺的人分享主耶稣你为我所做这种奇妙的大事。主耶稣，我将所有我的兄弟姊妹来仰望你，用你的宝血甲伊吸引，互因真做有能力的基督徒。我安尼恳求基督我耶稣的性命。